早晨啦，我係阿 Sam，做運動啦啊！今日又係模擬健身室場景喎，我哋坐前少少先好唔好 ？OK 吓，好嗱，後邊咧最好有個背板，張凳下唔好有碌 ，OK 吓，我哋身靜一放鬆，開始做啦吓，個身咧挨後啦吓，咁可以輕輕掂住個背板先，兩隻手咧攞嚟上邊前邊，好似揸住啲嘢咁樣掹起自己個身咯喎吓，同時間腹部要用力嘅 ，OK 吓，模擬冇嘢揸住啦，總之就係、拉起自己，哦咁樣係咪？落翻去咯喎嚇，跟住再做咯喎 ，OK， 落翻去再做，落去嘅時候咧，輕輕放翻喺個椅背嗰度嚇，隻手咧你見到我咧啊，真係好似揸住啲無形嘅嘢咁嘅喎，係咪？喺嗰個空間喎，即係個身上嚟嘅時候咧，個手踭咧就靈活地曲啦嚇，咁樣配合到嘅話咧，關節就靈活啦 ，OK 嚇，好，再繼續先。拉起自己咁，好似係咪嚇？個腹要用力拉起自己嚇，好似引體上升咁樣。哇！哇，做到就犀利啦，係咪 ？OK， 好，坐翻正啦，我哋。哦，OK 嚇，會攰攰地係咪 ？OK， 好得。嗱，兩隻腳咧就拍埋少少咁多啦，跟住咧個身咧就要傾前嘅咯喎嚇，兩隻手咧就垂低啦，然後跟住咧手心向自己先嚇，跟住兩個手踭壓起壓高抽上嚟嚇，好似咧揸住一支槓鈴啊，我哋叫做嚇咁樣啊，好。拉到上幾高咧？咁樣個手踭咧去到肩水平咧就已經足夠啦，唔使坐喺後邊嘅喎。個前臂咧就希望咧垂直喺指住地下嚇 ，OK 啊咁樣啊。個手踭係咪要壓到咁高咧？咁樣喂，可唔可以收喺後邊咧？咁樣今次係壓開嘅嚇。好，俾多兩次先。哦 ，OK， 好得，好啦，坐翻好先嚇，分翻開腳啦 ，OK 嚇。哦，深呼吸一下 ，OK 嚇，好，再嚟多個。手攞出嚟，即係話撲手踭嚇，跟住兩個手掌咧向前啦嚇。你可以揸住拳頭模擬呢個動作嘅嚇，咁但係我哋咁樣推咧就比較合理啲啦。好啦，嗱，推去前面啦，跟住沉翻低隻手，但係手踭係曲嘅，曲變直，曲變直，曲變直嚇。兩程來回嘅時候咧，即係由直手喺上邊啦，曲手喺下邊啦，係咪？咁你圓路咯喎，圓路啊，即係好似一個半圓形咁。好似半圓形咁樣嚇 ，OK 嚇，好似用力推去前面咁樣嚇，即係推胸嘅動作係咪嚇？俾多兩次先嚇，你可以咁樣揸住佢，咁樣推嘅係咪嚇？嗰啲器械就係咁做噶嘛係咪？俾多兩次 ，OK， 好，停一停，好 ，OK， 好，深呼吸一下，好，今日嘅運動咧又係暫時到呢度啦，聽日咧我哋會繼續出片嘅嚇，聽日咧再繼續我哋喺健身室嗰度進行運動啦，係咪？OK 嚇，模擬一下啦嚇。好，未訂閱嘅記得訂閱我哋頻道嚇，聽朝我哋10點鐘準時出片，聽朝見。